你阿爸嘅作文題目係我嘅木卡人，我嘅阿公係做田人，我從山過來，來自田路耶。我嘅爸爸係老丁，上到江路身見心難。我嘅阿妹係剃頭師，講到愛剃頭，愛最針。我嘅頭腦毛都係阿妹攏愛剃嘅。山歌從來鬧連連，鄉下糖果來結業。鄉親朋友大家好，第一基本嘢我講乜嘅麼？我唱本一堂。哦，山歌有好來上有獎，花米南比來每個山，上山姑娘來開上窗，白金擔頭也變強呐。對，你都假鬼咩乜嘅東西啊？哪有啊？有兩句我最愛嘅。上山姑娘開上窗，白金擔頭也變強。正經呢，你看結開山吼，還有建創山歌，也肩頭嘅開單嘛，還會變強。我老唔講，也就係基本人我講嘅哦，老路通還有正業有關嘅山歌。唔可以查，客家人哦，按山忙要好唱歌嘅，做些時節冇唱山歌，讓我有當頭咯。唔信哦，因為聽亞書有路通有關係，嗱唔對唱歌曲，田頭。羅妹骨粗，手骨粗，唔好骨頭數字咯。阿哥忘記帶入來，數字一時難得好。西天，唔怕太久，十里衝啊！迄當好糖啦，唔過用我變多調情的歌嘅哈，我講一三真嘅冇正經呢，明明講我介紹啊路通你嘅山歌，也變到感情歌，唔都帶做事情，也係交唔朋友啊。哪有明明就唱得當清楚，邊唱山歌邊做田色，古所講真唔驚太求十里長啊！我啲家樹無限定見做事，唔過我就知道佢冇專心，見上嗰個順風嘅細阿妹呢。冇啊，因為以前那個路通時唱嘅山歌嗬，譬如講啲田頭、梯頭、山頭等，隨唱到乜嘢出唱乜嘢啊？嗰種是當豐富，譬如講有唱對工作環境嘅描寫，還有對社會現象嘅批評，還有生活嘅發想，還有談啊多嘅內容同愛情相關。唔講係唔可以查，因為你當山盲啊，一出就有路通啊。再講哦，見做事見唱山歌，也就表示啊，唱歌嘅做得抒發工作嘅疲累，甚至啊，連一終身態勢就結結了呢。也就人講嘅呀，工作娛樂就冇耽誤，吹就係意思啦。佢係有係那多年嘅路通山歌介紹俾鄉親朋友喎。當然有啊，稍後來出介紹啲特別嘅腳腦歌。
见我来心啊，落心么落哪里啦？看你么林哪？那嘿穿那油啊，三十五来办啊，望得热落落，奉献来天啊。我就谈的当多有关各行各业的成果，当唱不管做哪行都当忝，都无按改。
也就是人讲的啊，做一行厌一行。不过啊，有时想想，就会因为大家都坚持自家的条路，才会有安多的感想。简单朴实的唱词后背，描写係印尼老祖先最樂觀、權儉、緣分的生活態度。鄉親朋友，印尼很拜見。